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7日公司台记台的暗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民众党明仔载暗时6点半要伫立法院边仔全国开讲，小停挂问题。早起9点半开始附近的交通管制。台东邮局昨日半2届薪水，予中部的阿兵哥有万外阿兵哥领着上倍薪水，钱已经陆续退转来，国防部要求邮局爱检讨。新北市一个50多岁查甫人互狗咬到，注破伤风的疫苗出现过敏的反应，不幸死亡。卫生福利部是提供250万的救济金。来看民众党明仔载暗时6点半要召支持者伫立法院边仔举行全国开讲，小停挂问题。台北市警方明仔载早起9点半开始，就伫附近交通管制。因为民众党的主席挂问题洪基亚禁见，敢有人要代理党主席的？黄国昌今仔是无要回应。昨有媒体指出讲，检廉伫挂问题处理找到 USB， 有记录挂问题收申请金1500万。民众党讲哦，这拢是无正式的消息，嘛至于司法警察无公开的原则拢是假，要求北检就要解释。前台北市长、民众党主席郭文铁牵涉强化城用职争议，北院第2摆调开几亚庭，郭文铁初5被裁定几亚禁见，有支持者伫初6暗时到土城看守所静坐来陪伴，现场大约上100人集合。郭文铁兄妹关美兰也到现场，敢若讲一句大家辛苦啊，需要暂停，笑笑拢无讲话。因为这是一个无声的抗议诉求，所以您也是用无声来表达你的态度，是吗？民众党表示，这是支持者自发的赞赏活动，党中央表示尊重，也呼吁支持者理性来面对。民众党中央紧急应变小组也达成决议，动员全党的力量对抗劣势党国。下将过路宣讲诉求司法爱公正，头针就伫初8暗时，选择立法院军宪楼头前开讲。早起会先调开行政记者会。警方讲，为着维护活动交通秩序甲安全，会看情形来管制集会现场周边的路段，并且看现场的状况甲人数扩大周边交通管制范围。有个派120名警力到场来维安。另外，台中市府顾问前民众党立委蔡碧如讲，迄天也来到台北赞声。今天大家团结，应该我会到，我想6点会到吧。刻意的抓住民进党打绿，营造对绿营的对抗。激化政治的斗争，他们思考的可能还是要在立法院里面保留蓝白合作的空间。民进党立委宣布，力赢新党国一讲法，讲是民众党挑工挑起政治对立。对媒体讲，进前收查郭文铁徛架时，超出关键 USB 随身碟，其中有记载1500新庆物件，敢若是收取维京集团主席新庆物件1500万块。对此，民众党回击，这拢是无经过正式的消息，司法侦查无公开原则，是不是已经完全动作拢无判，被打跌头卡？这些都是未经证实的消息。企图影响社会舆论以及法官的心证，侦查不公开的原则，难道已经被视之为无物，践踏在脚底下了吗？北检呢也应该要清楚的说明不能用一句不予证实来撇清责任郭文铁怀疑牵涉强化城案件几亚禁见，太太陈佩琪原定27要对87联医退休，并讲伊请假到月底，换一句话讲，等于是停诊到退休。87联医讲会安排其他医师代诊，并且伫网站甲现场来广告，维护病人就医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中华邮政台中民权路的邮局昨日咧拨薪水予中部的国军的时，有10964笔薪水拨2届哦。万外阿兵哥户头领着上倍薪水，加拨3亿8千多万，已经陆续拢退转来咯。国防部是表示会要求邮局爱检讨。民众趁拜六早起半日的营业时间，赶去邮局办理邮务都会。台中这间民权路邮局初5处理中部国军拨薪作业的时，因为认为作业疏失，中部接受10964笔，等于是予1万名的军人领着上倍薪水，总计发出3.8亿。消息一出，有民众表示，进前复习的时也发生过同款的状况，有人是对邮局信心大啦。台中邮局表示，负责员工因为拄啊调整业务还未熟手，造成这件专心作业中部接受的疏失。初5早起7点20分收到国防部通知异常了后，随请总局协助冲销。伫迄20点已经兑回10835笔，到初7为止只存12笔，大约41.6万还未收回。还有剩下12笔，41万6953元还没有收回。
那实际上这些电话我们打了很多次了哈，那有些是刚好储户款项已经先领走了，有回存。那么目前国防部也协助去通知这些余额不足的人员尽速去做一个回补。那么为了维护官兵的权益，也已经要求中华邮政股份有限公司去厘清它的作业流程。国防部强调，部分官兵已经将钱领走，造成有业不足，会协助通知尽速回补，和业拨款项重回。后续会要求中华邮政公司厘清作业流程，检讨原因，避免类似事件再发生，影响官兵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高雄市卫生局接到民众的定情，在新兴区的经营诊所有无牌医生哦。卫生局稽查发现讲，确实违法移送地检署侦办，这间诊所已经违规真侪届了，市政府嘛要求停业一档做处分。无对镜头，这个替病人注射10波人，互离职员工指控是密医，无医师执照，却是甲另外一名有执照的医师来会诊，也鼓吹病人动手术，甚至捌有新来的护理师不要注射，该叫伊来到3工注射，病人是完全唔知影。因为看不下去，所以我们就会一直挡他，所以不管是跟老板还是跟罗婷医师都会有点冲突。挡他是指就是不要让他下来看诊，不要做任何医疗行为。除了有离职员工的指控，这间诊所几工前有网友写文章讲，到诊所治疗治床时，敢若有被医疗职业。市卫生局讲，初5、初6去稽查，发现确实有非医师人员来执行医疗业务这违法的事项。除了甲违反者移送地检署，也因为这间诊所侪摆违规，处停业1年的处分。查发现设有非医师人员执行医疗业务。容留非医师人员执行医疗业务及护理人员未依法职业登记等违规事项。拜六下晡打电话去诊所查证，员工回应讲，负责人无伫的无法度代为回应任何的代志。也毋过确实卫生局人员约谈负责医师，只有讲诊所收到处分书，当天就要停业，上晚下礼拜2就会送到位。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南美洲最近树林大火是烧袂离，卫星影像显示讲对亚马逊河到安第斯山区拢是烟哦。在秘鲁北部的山区，预估有2600公顷的面积着火，大约是100个台北市的大安森林公园。秘鲁北部山区4月当看到森林野火，和消防队员走到皮皮喘。受火灾影响的当地居民是规家伙仔赶紧走去安全的所在避难。为美国太空总署 NASA 等机构的卫星影像会当看到，南美洲这一波森林野火为亚马逊河流域，一路是烧到安第斯山区。乌烟密布的范围是达到规大半的南美洲的北部。以秘鲁为例，目前为止烧掉的林地约2600公顷，相当100个台北大安森林公园。地方政府认为，除了气候因素，袂当排除人为放火可能。Todavía esto existe prácticas o pensamientos ancestrales de que el tema de los incendios atrae el tema de la lluvia, cosa que de cierto modo es falso, ¿no? Y más bien desde acá pedimos a cada uno de nuestros ciudadanos que nos ayuden a identificar a estas personas responsables que han provocado el tema de los incendios en diferentes puntos de nuestra región de Cajamarca. 另外，在印度北部山区北方邦的国道93号公路发生大巴士对撞小马车的事故。इसमें अभी तक जो लोग यहाँ पे देखे हैं और मौके पे भी जाके वापस आए हैं यहाँ पे अस्पताल में, तो अभी तक 12 डेथ्स हमें सूचित हुई है。当地媒体报道指出，小马车顶的乘客是在哈特拉斯参加完宗教仪式了后，返去厝的路上，在93号公路拄到想要超车的大巴士，结果发生这件对撞的意外。现场看到人指出，车顶受伤民众多数伤势严重，所以死亡的人数也会增加。公司新闻齐家人编译。来看国内消息喽，大台北地区今仔晚到的时，熊熊落雷公雨，嘛造成松山机场暂停，有4个航班受到影响。气象署嘛提醒讲，东边外海的低压带，后礼拜1、拜2上晚近台湾，到时阵北部的雨水会阁愈高。另外，今仔下晡的1点16分哦，花莲外海发生规模5.3的地震。气象署表示讲，这是4月初3花莲地震的地震尾。
一出崩坑，大雨虽拍伫挡风玻璃上，汽车的后配啦配袂停。台北市初7晚中到12点，突然单雷公道大雨，气象署在1点40分，就对台北、新北、基隆、宜兰发布大雨急时信息。受到天气影响，上山机就在1点47分宣布暂停地面作业。要下来的时候有点蛮不稳的，有抖了2下。就是下来的时候 delay 个几分钟。他说是什么雷雨什么会延时什么的。他就说有什么警报，然后要我们在原地等待就好，10几分钟有吧。上机中到12点24分解除雷雨，有4架次航班受影响，好在大雨伫双北无落伤久，无造成重大灾害。气象署表示，七月开始，东风外海的低气压会渐渐往台湾靠近。礼拜日各地游玩爱注意，过到了后局部大雨。后礼拜1、2是低压到上靠近台湾的时阵，北台湾落雨时间会又较长。明天各地都还是有机会出现局部的大雨，尤其在中南部，午后的话可能会延续到晚上，都还是有机会在断断续续在下。天秀外水突然大浪海，连高拢行一条，初7下到1点16分，花莲外海发生规模5.3的地震，上大震度4级伫花莲，好在再无传出重大灾害。地震过了后，台铁东澳到和平，中地到凤林之间第一抓列车，拢用时速60公里慢行通行，确认路线甲车站设备拢无损害。气象署表示，这摆地震有缘是控诉03花莲地震的地震尾序列，因为还未完成能量甲应力释放，提醒民众注意相关地震尾。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咱过来头一个新北市50多岁查甫人，和狗仔家庭去做破伤风疫苗，出现过敏的反应，不幸死亡。家属去申请救济，卫生福利部是决定讲，要提供250万的救济金，加30万的伤重补助。若无说你互动物疗伤，也是家着伤的时阵，上好赶紧做破伤风疫苗，以免互破伤风杆菌感染，引起筋膜球紧张神经性症状，若严重也可能会死亡。不过来出现头一个做破伤风疫苗了后，引起国民休克死亡个案，顶日得到卫福部250万救济金加30万伤重补助。因为他曾经在接种了破伤风类毒素跟抗生素之后，出现了急性过敏性休克，那经过专家审议之后呢，核予这个250万元的死亡救济，以及30万元的丧葬补助。机关所表示，这个个案是新北市50多岁男性，自新冠疫苗1个月了后，互狗咬伤，就业时自破伤风疫苗加抗生素等，想要到离开病院了后，突然分别送医由院死亡。解剖报告时因是原本有肺气肿加亲像过敏体质，自破伤风类毒素等引起急性过敏反应，造成心气衰竭死亡。我们最担心的是呼吸道那个黏膜如果也肿起来，那可能就会出现会喘，那因为呼吸道肿胀变窄了，那就会呼吸急促变喘，那这个是我们比较担心的地方。卫福部强调，个案症状发生的时间离自新冠疫苗真久，所以排除两方面的关联性。医师指出，破伤风疫苗引起过敏性休克几率是1/10,000。文献上已经知影，不过真罕见，提醒民众做任何疫苗，至少要伫现场观察30分钟，身体无各样才离开。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嘉义新闻，甲疫苗霸当历史的冲水路赢客王的传统伫旧历3月时，信徒会光桥入水，邀请顺山顺海的客王爷来庆祝伊王爷的生日，是真热闹咯，亲像砖头在过年。第一台青春咱的网伫下暗的7点半，特别带大家来了解这个地方传统的文化。阮王爷带领几20顶神轿甲人头，烧在冲落水路迎客王，这是嘉义新运嘉应庙。一年一届冲水路迎客王庆典，传说在每一年咱人3月27，有7尊顺山甲13尊顺海的客王，会聚集伫新运外海西南方，一只一般人看无的王船顶悬。伫海水大流的时阵，新船就会做伙落迎接。这一天，袂输就是新运人的小过年。对阮新运人来讲，每一年的3月27，冲水路迎客王，伫心目中就是比过年搁较重要的一个仪式。嘉义新运主要的产业是养殖业，以沙目鱼占上济。居民相信在地运王爷会照顾规个庄仔头安居乐业。每一年到庆典的这一天，为各地来的人头是闹热闹，其中嘛有袂少是少年的新桥班。
阮会所拢差不多伫咧28左右。这个组织的sen成，互阮遮的少年仔有一个信仰的向心力伫遮。今年是12年一届，两年做招。庙方遵照王爷的指示，希望由少年人来规划这个活动。出外嘛拢主动回来，大家做伙发挥创意，举办园游会、电子音乐 party、闹亲子活动。规个正头是拢真热情做伙来参与。阮就会向这个文化，因大汉了会当承接这个咱家因庙这真好的这传统安尼。做设计用文创，甲故乡的骄傲吹回来；做总铺的用好料理来款待为各地来乡客。少年人发挥家己的能力，为故乡来付出，后来参加闹热的民众，拢会当感受到暖暖、心温的人情味。记者嘉义报道。虎爷听起来亲像是好爷，是真侪人在拜的动物神。为着要互大家来认捌虎爷的信仰文化，台南赤坎的社区发展协会特办为虎爷的工作坊哦，有真侪家长带囡仔来体验，那么做伙来了解。手提虎爷模型，大人囡仔发挥创意，用各种戏水来呈现因心目中虎爷生做啥物模样。为了通互大家认捌虎爷的信仰文化，台南赤坎社区发展协会头摆以台湾手表天团的虎爷公来做建本，办工作坊，请老师来讲解，互乡亲哪体验彩绘，哪了解文化背后的内涵。我有在做模型庙会，我就感觉这就帅，然后我就来参加。我今天画了这一尊虎爷，然后它是橘色的。传统文化即马慢慢消失，阮社区就是想要做这样的代志，互介绍个较侪家庭会使把这种传统的文化传承下去。虎爷阁号做下大将军，大多数会伫咧保生大地甲土地公庙互人服侍，其中虎爷公阁分做天后甲地后，一般拢伫新民坎下面较济。那天后就爱性格较悬的，才通抗造圣道。民间信仰中，虎爷公是囡仔守护神，因为参台语虎爷真外音，因此嘛，互人讲是会带来钱水的金财神。透过这较传统的技法，来咱深入咱民众的生活内底。伫农业社会，然后伊也不发达时，伊拢来拜虎爷，伊会用古纸吼，伫虎爷的这个。海家甲回了就是，咱虎爷讲当不比咱囡仔伫头会紧好安尼。即摆现代变化内底，咱个当看到讲拜虎爷头前弄一个水，你知无？庙里的人吼，拢会用建议啊小钱换大钱。根据中西区公所统计，区内有礼拜虎爷的庙宇有72间，拢总164尊，会当讲是全国庙宇数量上济、密度上悬的行政区。公所指出，各尊的造型拢有不同的特色，大家通实际行搭来欣赏。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来看国家人权博物馆哦，今仔发表一本人权教育的红仔册，叫做《发现》。这本册哦是官方办的工作坊第3届头名的作品，作家陈维干哦，嘛来分享伊创作的过程。那一天，没有人发现声音什么时候不见，真相什么时候扭曲。绘本当中，通对侪侪乌影发现警总和维权的象征。国家人权博物馆和出版社合作出版新的人权绘本发现，因伫初期办新册发表会，作者陈维干表示，伊敢若用短短的语句问问题，就是希望透过丰富的图画，带动读者去发现真侪咱生活中维权的痕迹。每一页大概都有一些，像是有面具，然后雕像，重案者前辈有提到。他们可能在一些监狱里面，他们都不太敢抬起头来，然后看到这些可能宪兵，然后或是从一些小孔只能看到脚，所以他们都是看到这军鞋，它其实也是代表一个威权的这种恐惧。这个绘本是人权馆人权教育绘本工作坊的作品之一。工作坊办到打来已经第5届，累积超过60本的绘本。官方希望透过这样的作品，促进台湾社会之间的对话。工作坊嘛邀请受政治迫害的前辈家属来和创作者交流，让因对人权有愈侪认捌。我会叫政治受难者来甲讲因分享因过去的代志、故事我嘛会带在创作者去。看下古遗址去了解伊过往咱台湾发生过人权历史的所在，大家互相的讨论，
互相的分享，去做出创作来。另外，作者嘛分享讲，有侪咱逐工会经过的不义位置，甲咱还未去了解的人权故事。伊表示，虽然5月19已经互国家定做白色恐怖记忆日，不过建成也无真侪人知，嘛希望透过绘本，互愈侪民众去发现。记者卢尚如、柯炳杰、新北报道。新竹县新埔最近这几档开始种蚵药，望讲提升地方农业的经济价值。目前大概是种20公顷。今仔地方的发展协会办体验的活动，邀请青人做伙动手来洗蚵药。带走，好，名字不能带走。那我们说大概有15分钟之后。囡仔用手拿来拿去，免偌久时间，蚵药渐渐耕长。有阿公阿嬷专工带孙来体验洗蚵药。囡仔讲，原来平常时食的蚵药就是安尼洗出来的。我第一次洗，摸起来软软的。好玩吗？好玩。夏天吃的话，要冰冰凉凉的，Q 弹有劲，哎呀，不错。新竹县新埔地区栽种蚵药的面积约20公顷，但年会当生产5000斤的蚵药。为着要推广地方特色的农产，邀请9000人做伙来洗蚵药。我们从8年前就开始去培育，然后至少我们就请我们一个专门育苗的好朋友，至少到目前育苗10万株以上的啦，将近有20公顷，目前产量超5000斤左右。专家把利用机会，伫现场教民众安怎看出蚵药真也是假。那个天然的话，它颜色比较浑浊哈，还有放一段时间静置，它会稍微出水。那假爱玉它就完全不会出水，一直摆时间再久它也是 QQ 的那然后呢，天然的话，它这个真爱玉就是你这个取一杯水，爱玉冻放在水中，它会浮上来，浮上水面。那假爱玉它就是沉水底。理事长讲，蚵药除了是台湾的特色产业，其中更有丰富的植物性纤维。一般适合蚵药生长的温度是25度至30度。今年受到天气影响，产量有减淡薄啊，不过品质完全无受影响。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明仔天气，咱来看各地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4度；中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3度。华东地区上低26度，上悬32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的 AM 新闻，小等一下继续收看《青春咱的梦》，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